我这请啊，请来。奉了太爷之命，提调武松到监中走走。伙计，听说这个武松在景阳冈上可打过猛虎，他打过虎，那有什么呀？我还挠过猫。挠过猫。告诉你，到了那儿我先给他个下马威。瞅你的，瞧我的，瞅你的。到来，小太坐监的，什么坐监的？上差到了，上差到了，别忙，我给您跳开。快着点儿，进去。哎，您慢着点儿。他坐这儿了。我说嗨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我不坐这儿，坐哪儿啊？那么好，待会儿武松出来可全瞧您的。别，瞧你的，瞧你的，瞧你的，还得瞧我的。参见上差。罢了。你们这儿有个叫武松的吗？有位武二爷。什么武二爷？武松二爷。武松二爷。给我叫出来。是。快着点儿。我呀，还是把他请出来，有请二爷。好，你二人大典行囊，安
两尺好。你出多热闹？哎，二爷说两处安歇就两处安歇。听二爷的。上面客官随我来。殿之仆，在这呢。你这殿中可有酒？有的是酒，安提亮，我打。我的酒还不用。酒换。哎，点喝着，点喝着。什么呀？我们哥俩住哪儿啊？随我来。走着。伙计啊，怎么这么黑呀？